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人就来讲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今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梦，眠梦的梦。梦就是困的时看到的代志，咱讲眠梦。若是梦到好的，咱讲好梦；梦到无好的，咱讲是歹梦。眠梦的时看到的物件，咱嘛当直接讲是梦到啥。文音读做梦，某人认为讲梦甲梦，这是方音差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眠梦，代表讲你咧困的时看到的代志画面，咱讲梦到啥，就是眠梦。第二个词读做空思妄想，某人读做空思妄想，代表讲是痴思妄想、乌白想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伊定定咧眠梦，笑想讲有一天会当变好野人，嘛互人笑讲伊是空思妄想无彩工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梦，另外有人读做梦，提供予大家来参考。